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0月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2篇，申命记24章第1节到第5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0节到1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托。婚姻的关系是一种信托的关系，因为婚姻必须是要委身，委身不但是要决志，要爱对方，也要为对方付出，也要全心全意的将自己信托给对方。圣经经常以夫妻的关系论到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婚约来谈到上帝救恩的约。摩西在申命记24章第1节到第5节的教导很容易引起误解，好像说摩西上帝看不起女人不给离了婚的女人有出路事实上其实这跟当时候的文化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详读经文，就会看到摩西律法的精神。离婚或是说休妻，基本上就是没有将自己交托给对方。因此摩西的律法教导我们不可以吃回头草，那是上帝所厌恶的。圣经这样说道，若是有人娶了妻子后发现他有可耻的行为而不喜欢他，写了休书给他，叫他离开。假使这女子离开后再跟别人结婚，而第二个丈夫也不喜欢她，写休书给她，叫她离开，或者这丈夫死了，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她的前夫不得再跟她结婚，因为对她的前夫来说，她已经被玷污了。要是前夫再跟她结婚，就冒犯了上帝。你们切不可在上主你们的上帝要赐给你们的土地上犯了他所厌恶的罪。其实无论是摩西的律法也好，保罗的教导，都不是他们的教导，那都是来自上帝的教导及标准。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0节到16节，经文这样说：对于已经结婚的人，我也要有所吩咐。其实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主的命令。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要是离开了，就不可再嫁，不然她必须再跟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对于其他的人，我自己也有话要说，不是主所说的。如果一个信徒已经娶了非信徒的妻子，而妻子愿意继续跟他在一起生活，他就不可以离弃妻子。如果有一个女信徒已经跟非信徒结了婚，而丈夫愿意继续跟她一起生活，她也不可以离弃丈夫，因为那没有信主的丈夫是因信了主的妻子而蒙上帝悦纳的。同样，那没有信主的妻子也是因信主的丈夫而为上帝所悦纳的。要不是这样，他们的儿女就算不蒙悦纳了。事实上，他们是上帝所悦纳的。然而，如果没有信主的一方要离开信主的伴侣，就由他去吧。
在这种情形下，那信主的，无论是丈夫或是妻子，都可以自由了。上帝呼召了你们，要你们和睦相处。信主的妻子啊，你怎么能够肯定救不了自己的丈夫呢？信主的丈夫啊，你怎么能肯定救不了自己的妻子呢？保罗也非常诚实的交代，在教导中属于自己的意思，是他从上帝所领受的婚约标准。这是当时候初代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与外邦人非基督徒结婚的事情。重点也是在婚约当中彼此的信托。这也回答了我们时常被错误引用于婚姻的一个保罗的教导，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诗篇112篇，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敬畏上主，深深意爱他的诫命的遵行上主诫命的人多么有福啊！义人的后裔一定蒙福，他的子孙在地上总会强盛，他的家族繁荣，他将长久兴旺。光是为着义人在黑暗中照耀，为着慈爱怜悯正直的人照耀。慷慨好施的人有福了，他以诚实经营业务。义人永不失败，他永远不会被遗忘，他也不因坏消息而惊惶，他的信心坚定，一心信靠上主，他不忧不惊，他确信会看见仇敌的衰败。他慷慨周济穷苦人，他的仁义永存，他将强盛，受人敬重。邪恶的人看见义人强盛而苦恼，他们咬牙切齿而灭亡，他们的希望将归于幻灭。恳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圣洁，从生活中与人的关系能够对人有信心，能够交托给上帝。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